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就是能够深刻地认识到，管好自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。每个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，而成年人真正的成熟，则在于能够接受这些差异，不轻易试图去改变或干涉他人。我们需要明白，不度他人是一种智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和生活轨迹，干涉别人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当我们试图强行改变他人时，其实也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矛盾。与其如此，不如选择尊重彼此的差异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之中。克制自己是成年人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能力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，其实都源于我们对自己情绪的失控或对外界过度的反应。当我们学会克制，懂得在冲动时按下暂停键，便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与遗憾。克制不仅仅体现在对情绪的管理上，还包括对欲望的适当节制。过度的追求或执念，往往会让人陷入焦虑与痛苦之中。而适当的克制，则是一种对生活的智慧选择。试图纠正他人的欲望，往往是我们对控制的渴求的外化。成年人需要意识到，别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，并不需要我们的过多介入。当我们试图纠正他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他人，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他人自由的忽视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经历生活，无论对错与否，都有其存在的理由。我们无需过于执着于让别人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，因为这既改变不了现实，也容易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烦恼之中。许多时候，即便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，也无需急于去证明别人是错的。对错的分界并不总是那么明确，很多事情本就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。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和视角都不同，因此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会有差异。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接受多元的存在，而非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。与其争论不休，不如选择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声音。这种态度不仅能让自己更轻松，也能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。成年人在与他人相处时，应该时刻记得位置不同，少言为贵的道理。我们的立场和角色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片段还是整体。对方未必能理解我们的视角，而我们也未必完全明白对方的处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多的言语不仅不能促进沟通，反而可能加深彼此的误解。学会适时的保持沉默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少说话，多观察，用心去感受和理解，往往比喋喋不休更能达到好的效果。认知上的差距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中最常见的障碍之一。由于成长环境和经历的不同，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也会有所差异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与其试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，不如选择不争不辩。争论的过程往往耗时费力，却未必能让双方达成共识。而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这种差异，并选择以行动来展现自己的观点时，反而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成年人应该学会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彼此的不同，而不是执着于消除这些差异。当三观不合时，沟通便失去了意义。价值观的差异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与不认同我们的人争论，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与精力。成年人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辨别哪些话题值得深入交流，哪些问题可以轻轻带过。面对三观不合的情况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尊重彼此，保持适当的距离。这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，也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。清醒的成年人懂得珍惜自己的能量，不将其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。他们明白，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那些能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或是能为生活带来实质改变的行动。而那些无休止的争论和无效的交流，则只是生活中的噪音，值得被果断地屏蔽掉。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不仅仅是对外界的适应，更是对自我的深刻理解与管理。他们在与世界的相处中，学会了放下执念，学会了尊重差异，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，清醒的成年人总是能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内心的平衡。他们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干扰，而是选择用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。他们深知，真正的成长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成就自己。